你看你看你你看你看你看你你看你放大六放六七六放六七六放六七四放你要古法呢，那大约清楚唐牛来了，别管了。上马小酒拜山啊，六公蛇，公六河。你讲你香河是香河，谁你讲是香河？你讲河香多白呀，这呜你讲谁？这呜你讲谁？这乌溜香乌溜谁？讲乌溜香啊！八月上啊了，送兄弟呀，两岸山啊。因为痛啊，昆山林啊，昆山啊，昆山林啊。有什么说好的地方，是不是？但是咱做的没人啊。没，至少是下来，我说给些我下来，我还冇听人讲，我买1万多钱都买，下来就开火把。你看俺当兵时讲的按多年的示范啦，变成讲事业下个年啦，下完咯。讲俺爸遇到做煤矿行啊，打摊啊，打摊是过危险嘛。过危险，讲阿太讲，佮暗危险那些啊吼，就莫做伙啦，就莫做好来后尾开火把呀。还没有开垦以前都是很，反正都要青岛安尼撒渣呀，连那种石墙，以前的浪石全部都像山地门火把用啊，全部太上头青岛啊，让块种甘蔗、种番薯啊。这火把就等于讲，以前山地门的大河堤啊，大河堤边太火把水，都冲在那边下来，红那个带石头啦，带放个东西就冲下来嘛，就变火把的呀，都帮你太北转走落去的水都唔会出那边，但是这个开垦啊，以前是水田啊，有算几折安尼嘛哈，人家大泽唔爽的呀。不能上泽啦，这算旱地安尼。俺都8岁读书诶，俺又转白毕业啊。因为家里读书爱行青叶啊。不过以前俺爸咧，迄双语诶，俺叔婆咧，我骗俺啊，我讲，这个你爸爸说的带下去，俺来我做一边，买下了。这就是这样啊，铁过咸的，刚没跌落，东西刚没跌落去啊，结尾面我没跌下去，这样啊，对吧？快点学就先大家这样啊，这样有水啊，要水有出啊，听白哦，种甘蔗的啦，种薯条的啦呢，这是改垦费问题吼，切垦哩。
哦，拿到个钱拿去都放弃出本来就开，开种一球球种田球，种田球入网入奶，入那个时候天天灌水有水有标啊呢，啊就变田球，水无啊呢，啊开了天啊就开了几十年开成功，因为人工开牛会来杀过盐，个盐杀过，盐马枪，那一来啊又杀过又走出来，又盐。盐枪来又来一股有时候，3遍这盐枪了。那从湖8年我了，那几钱咁了呢？用那个600个亿度加，咱俺用小人说其实我70公司还有了呢，佢讲我原来呢，来讲我原来是嘿，改唔起了，佢讲那有啥我原来，那有时候天冇成功了。佢冇開喺佢少啲，佢所呢來少，把冇佢冇嘢愛先少啲嚟咧。可以一球一球改皮改好嘅田歌後。第67世紀年，有一日，楊江生喺田方幫到腳骨沙灘呢，用嘅一段時間，就將田地全部交俾爺奶嘅，正式退下來，唔係個耕種嘅。同一年，楊江生重新拿起嘅按當年冇去搞嘅北管樂器。江河流公社。风流是相识，相思河；相识相河是相识相识，相思河是相思河歌，是相思河歌。风流是风蛇流，风流啊蛇流公相蛇公蛇是相公。既然无意中你了既然啊，我看有些人啊，过去最有些呢，无意中啊就拿件几件摸的，就晓得既然的。俺爸就冇讲啊几件呢。因为念现诗，我唐人就唐不来。念现诗啊，像王丹一样，流光流，流光斜，斜流光相，斜流光流斜，流光流，流光流斜，斜流光相，斜光斜是相和是相，斜流光是相，相。啊，对吧？所谓写相讲啊，工商户。佢嘅細頭，嗌冇攞去扭出嚟，佢鋪嗌冇扭出嚟，當叮當當叮叮叮叮叮當叮叮叮當叮叮叮叮當叮當當。佢來個採訪了北關啊，採訪北關嗰時陣，俺就講話啊。就是跟杨比赛跟俺拿个修过8分钟。那现在受伤的现在有多少人？有日办公啊，南部上海，南部港就发天港5、6个天。你讲永乐轩系么？永乐，迄个你按你永啦，永乐轩按你乐啦，快乐个乐安尼啊。天绕也冇重要。嘛个用慢冇重要。路轨都是冇用，你睇咩？一铺啦，要创出个北关铺。你系铺马啥本年嘅？两个上回技巧讲诶，上回4学年嘅啊，嗰个通按學生嘅啊，第要啊，佢同係人嗰個幾本嘅記咯講係。幾慳吹麼？啊，講法，我講你中風咧。中風誒。所都要中風咧。大班小見談教為詞，本番呢，寫言歸啊，我猜到見得咯啊，猜到啊，見那路啊。見面啊，棍啊，先生打虎誒，切打切東框，落打切打東框，那老古冇寫落去啊，老古我特別愛你背起落嚟，愛今天教人唔是個老古，唔是個書啊，那看故事本啊，那會好困啊。19歲訓練4樣嘢時間咯，晚呢。
所以说变，嘛像那个梁上嘢广府咧，日本师傅广府咧，广府咧是只就某一种日本兵啦，像我强人吹下就解散台边啦，解散台就转来福卡啦，转来福卡都无条路的时间，石头半夜中间啦，该行李，该手里手啊，委员见咧状况啊，一个闹热新闹热啦，那就别管团啦，别管哎，那边民族或是按闹热个别管团咯，鬼虎堂咯，那就陈其富搞个陈其富个路办个别管团啦，就讲嘛，唔拉热话，我好唔起，我好啊，啊唔要去啊呢。我当新户堂户，啊不要，啊不要注意啊，就咁样开始就好玩了。菜梯啦，就一都有老人安养中心吼，也就咁老人安养院啊，冇接触本咧，安排个老人家本喺度轮下看，旁边嗰啲个民众啊，有兴趣，有当到有兴趣，我嚟看也可以嚟看下嘅啦，我不想啫。哦，其他边一个介绍啥，老人家咧最老咧呢。而家身體很改好啊，即係佢係行通啦，各方面係冇問題啊。而家要安尼音樂，我別個呢安尼轉場啊。那開婆婆還會唱嘢的？因為做你講下，因為他哋副標呢邊唔係離鬼嘢啊，如果你願意教音樂，安都嘢都學嘅團長啦，學副團長啦，總幹事啊，人都學打鼓啊，係都安尼講下啊。也可以講咪別個有音樂嚟聽下啦。人家嘅十年拍馬，真係好多年嚟啦哦。甚至咪行呢度就係就我禮拜要，即三條冇禮拜。睇我呢係幾多年嚟咧？就馬上啲佢啲嚟嚟咯。冇按簡單咯。咁麻煩啊！佢鑼鼓啊，配合啊，所以有個問題啊。要用口述，用嚟寫那可是編。你講乜嘢口述啊？哎呀，咁爸用口傳的呀。啊，有冇條板冇譜啊？誒譜冇樣同啊，公司譜啊，公司譜啊冇樣同，仲有啲簡譜冇樣同。你打出寫呀？佢嗰種啊，有啲節奏嗬，我演音歌，我再演歌，歌聲然後啊，都有安尼問題啊。歌聲啊，演講音歌講歌安尼，樣有辦法。唱坤坤不是啦。可能是，但是節奏唔一樣嘅呀。人嘅節拍啊，嗬，冇像哦，今日安尼簡譜嘅節拍啊，佢清楚，人嘅冇佢清楚。你後邊要加鑼鼓點。佢哋幾錢麻煩啊！我三個人講過，然後過3年後安尼啊。故說要他太婆婆俾收集資料。或者一隻曲種好誒，整理好誒，連數個人在啲連你另外整理曲安尼啊。啲曲咪要提供嘅啦。做100啊。再個開始教別個嘅用鋼聲、揀曲牌、鑼鼓，用口傳嘅方式教本人，加上一道學音樂嘅人去採譜，本南埔傳統客家音樂嘅人，有為學別個嘅機會。我們要去買鑼鼓，去
去年就想买到现在，我一买也感觉身体又无，啊，第二好，我一买的和牛来，旧的用嘛个做，用嘛个皮做的啊。你看要用牛皮，牛皮就那累啊呢。牛皮啦，别贵啊，别个就猪马皮。台湾收业我会买了，还有按我上面了，开发就给马茶了，路线就不够木，罚单就不够难，那书法有天板有完本的。开发哦，就给马茶说压哥哥啊，好啊，就的啊。一个民族妇女上才多劲呢，哇哦，大东晃的晃晃。真假的，一年过年真假哦。好的，完了。哎，那鼓手诶。翻过来，翻过来，哎凶哦！哎呦，手表我用哦。我冇看到，你係馬？一馬咧馬喺度講嘅。哪个好来呀？好啦。呀好。这牛皮大哥，我喜欢牛的了。他说这个是母大哥没太平，太平你妈我说。哎哦，是吧呢？哦，佢先我用哦。唔錯。我錯。你馬講嘅，又要馬要。我撞嗰個啊打。嗯。哇，我跳皮了，我跳皮了。哦，那就这样。要这样子啊，各几个。这可以放几次啊？我看看。你馬你講嘅，哦，講嘅較嚴較果，馬嚴較大，係啊。有啊，有啲講嘅有個馬。前面個人馬哦。有啊。買到按火股嘅。對啊，個人馬。糖都給10塊哦。古來去有冇3萬個人打啦？係喲，3萬個練咯。政府買上去做練呢，錢啊接翻嚟，接過嚟，我那條天線唔好啦。叫做無意中起結了啊！吼，啊，你糖多伊咧機，啊，嗰種奇怪嘅，人都冇糖過誒，因為人都冇糖過用我啊，就按火糖啊，安尼啊，啊，你開始冇用，伊冇那伊啊吼，哦，伊都清聽，你安尼講，你開始講咧，安尼咱開，嘿，咱了解講，也都按到8關，啊，冇人就擺冇糖過8關，但係都睇冇糖過8關。OK， 那行，到现在呀。哔。
按不做啊？现在讲老鸭创下牙落，创牙，唔错，能创嘛？还给先调音，啊？你先冲牙，先冲牙。哦，先创牙。吸收或者就抓住东西的时候，这边呢用户呢就想生产强，它包括有什么？为啥呢？要满足它，通透的要扬州生蚝有锅啊，稍微关系我哋双方做过几年，有人做过几年，所以做2年。我归天的茶。前方前面东方发射。数码高级检测用过。少年处等地方都得议会，以免生气人平地先来来，切！那种嘢吼，以前过去福建，啊，毛就有这位哦，就是那三，那个往里较多的，就2几钱天天，2几钱就每年168咯，开始教师的油哦，要用金了夹下也做得啦，油挑夹袂到的时间，用金要夹得啦，社会也夹得啦，特别往里无按政府哦。以前以服务员，就按就出来就算价的啦，啊，因为像我按就一眼接位，不用其他的，我同路旧的车的，哦，大概用个行，看个用几块的，哦，用个比，中古田，哦，那我同路要田，不是叫做条数，按照开路线风啊呢，来，用。我是我意思，我是打鼓的呢。打鼓的是说，我个条数，我个原人诶，教不考办准备起来，我就想准备个蒙大条数，蒙大条数的是说，我不想就大家已经处理了呢。那条数如果要破译了呢？大条数慢慢又下盘塌个哟，都塌个咁条数啦你啦。打鼓的都条数啊？鼓的条数。哎。以前无学过呀，鼓的条数也好。啊，其实要传下去，大锣鼓也才会传。大锣鼓我呀哈，整个嘅一整出戏嘅呢，整个节奏一全部录完，一样的按照整个流程你录完，一路可以传。以前无好多大锣鼓啊哈，那就真的我们这边我们也不会了，就失传了。再啱人來，對啊，再啱人來，再冇啱都唔乜貨啊。
伊个尾呢，因为叫侬应该无看谱啊，请伊无看谱。公察谱。啊，骨髓伊啊吼。五六岁上讲我叫你看啦。哎呀呀吼，唱顺歌啊吼，有龙头的，记龙头的愈低调啊，愈加记遐个龙头，伊要写龙头，伊愈记低调。下半段有人唱的时候要唱 F 调的时候，又要有面的，又要阮记有面的，要问遐个。呀吼，罗菜茶啊吼，罗菜茶又要风头的，伊即个写的风头啊，风头，你记啊，记遐个都风头的呀。俺哋在表演的时间，唔可以犯罪，就讲侬问那记下来呀，伊都记得，看到龙，个做好落来，看到龙诶，伊都抢个拿龙头下来。以前看唔是，俺哋按不跳，俺哋去啊吼，伊都写哦，一拍也好，都写一点牛呐，圆呐，俺个吼，俺半拍啊都写角啊，俺8分音符都写两角板啊。你开始都音大呢，应该清理好哟。就会把各位叔叔啊，哎呀！明仔早起11点时阵的自强河有无？自强河11点半的。马队。哈。马队。伊竹人。哦，点半。无11点半有无？点半。点半吼。明仔载哦。明仔载明仔下晡点半吼。哦。今年用阿公讲伊西斯泰嘞。做得甜痛嘅时间无多诶，就去家照去大嘅茶单，含孙嘅甲伊做盘归南粽。今年无上去，从古讲行讲来，我讲安全上去嘅，病毒个政府我唔做安尼啊，那看就辛苦啦呢啦，啊你小离开古讲安全上去嘅就，见面看可能就真好，但可能见面先，其可能下面嘛真换的啊。在蛋糕啊，来老板来下杯啊，有冇木桶用咁讲？哦，嗰只木桶用，新嘅班人打中嘅啊，其實後尾新嘅班打5班嚟都木桶用啊。那邊較關係啊？那邊個關哦？今日咧後尾較關咧。一下後尾起嗰間學唔會寒，但我先寒咯，先寒完咯。蛋糕較苦啊，下杯較苦啊。哦，迄頭擺是下尾較苦哦。頭擺下杯。我爸冇數選啊呢。佢下新年間開好8天繼續睇戲，變做用阿公全部嘅食法，是由北埔要做鬧熱嘅時間，用阿公將為歸北埔來釣鬧熱，順沙看下嘅頭擺肢體版嘅朋友。要做阿典吧，要做阿典吧。路了我好咯，我哋咩路啊你？要盤塔嘅先冇盤塔嘅呢？條牌中下教別個人呢，做太法先冇做戲呢，呀先冇做戲哦，要上台表演，我啲表演300我就下戲，哦要做戲哩，嗰當然看咯。做戲啊我財太啊我，打鼓嘅叫咩話？哦我好8、9年咯，我好8、9年都唔知道，記得我19年咯你。搞到50碰嘢就咁表演，假如天師出嚟就表演就冇搞。強下練習幾多年啦？練習喎，差唔多。用晒要強下8年9年咧，唔知8年定9年啦呢？34年就搞啊，搞到43年將離開啦你啦，我差唔多9年間啦。哦，我係先生忙來夾北都搞，我就打頭數啊。個先生來嘅做戲先生來嘅哦，先生開幾條。我如果做頭數，我較記得我較看得出，哦，我打落較火是先生唔係我做戲，我記住我打同步啦，藝術啦你啦，佢打頭數啦你啦。
啊，台湾先落线呢，啊，不是老毛家吼，他同落去打天呢，他个贵州的学生个了自监嘛，自监呢就咧路面都咧看下门了个边啊，个路面都怪边，个房屋讲哦，加两几样嘛，两个新发，就在于车都搭棚做去，个面前哦，就个行个家啊，就在广州嗰啲错啊，啊，不就说白乡先导演啊，先导演啦，所以冇做欺负我，落去打，个意思哦，说法别比哦，鬼好看，嗰度路牙看，后生个咪可以看下嚟啊。特别是快乐，特别我哋过快乐呢。我本上想表演，个本上做个用力气个人啊，做嚟瓜子，看到哇眼好看，我用力个样那眼好看，我个新人艺术就系统落选，上了班过来演奏，哇，大家就讲好啊！我哋做嚟做新人艺术就，几台嘅唱摇篮茶，半张摇篮茶，几台摇篮茶唱首歌。纯嘅啦，用力去纯用力嘅表，就咁樣研究呢。啊，第北條咪先快樂啊，使乜盤他嘅呀？我見錯啊，裝藥我説。裝藥我説，醫生裝藥我説。我除咗我藥個大弟咧，我都包括藥個大弟咯呢。我笑呢，我不好呗。司機過咯咧，我嚟冇我波咧。嘿，特別安尼冇我波咯咧，哦，說啊，可能我咪機械呢，呀兼過嗌我機械呢咯，4批別個咧床啊咧，當我攤哦，我前後生別個呢。我點解教別個呢？我諗下啲協商喎。哦，我就說，哦，唔係摸呀，哦，就摸哦，哦，過嚟摸啫，你按那個對標。山啊，送個家向天啊！拜謝哦！好辛苦啊，好犀。
哦，怎么没唱我要上真好啊呢？好啦，攞嚟。你上啊？我等我别管多么，他唔会先多。我先到啦，啲下要卡落幕嘅啊。你間到嘢，你間。係啊，特別就較順啦。係啦。54年以前就夠順，55年以後就落幕了。劉公劉公細細劉公祥，劉公劉細，劉公細細劉公祥，細公細樹上何樹上，劉公的祥。我捱講就係見到我出嚟講嘅，對啊，聽我上輩嗬，嗰邊人上錯了。咪阿長你咩？你阿長你冇？阿伯啦。阿長你喊阿伯啊？我是咩喊阿伯咧？我喊阿長你咧，唔喊阿伯咧，特別係啲啊，去到27歲就下頻道，下頻道下嚟50-60年了。我冇變啦，我當變態嚟啦。我當以前改牙塞頭嘅啦。人都特別眼睛烏沙。哦，當年冇落了。啊，老人家嗰件冇去講啦，冇去排場啦。啊，變倉庫用了。對呀。落實的呀，地吧。喺度邊做下咧，喺板就一邊做下咧。啊，腳佢唔係先好啊，一來個健壯碌碌噶啦，拐杖都冇帶到，你拐杖帶到我就較行得啦呢。阿爸就叫我4兄弟啊，細妹就3姊妹，兩個冇開腳太，一個細買的咧，用得太難咧，買本嘢腳開腳太咧，係排第3咩？阿師兄，忙什麼哎？不玩做啦。你比較稀了。对啊，比上次来瘦很多。兩個本老阿姐啊，是宜良啊，宜良富叫吧，兩個。乜嘢？古婆。哦。古婆。有古婆。佢都咁樣行下來啊。見咩就變咯嘛。阿姐，係啊，阿講嘅，阿講嘅啦。你咁樣行下來哦，行晏哦。唔知人見面都係急入咩？哦。一下子啊！叫出人了，我始終我叫出人了。係哦。可唔可以坐呢邊個？都兩坐。呢邊坐。哦，兩坐，一卡躺喺度哦。阿師有冇？有冇？阿師。啊。茶。半啊？唔可以啦，唔可以哦。唔可以先入。各位啊，本兩下子講落嚟，英語點會關錯？英語點會關？佢電話現象啊，出現象啊，發叫哪啦？我31歲，你話天色嘅，太陽天嘅上天當去咧。你細細問我爸媽在買邊做孫嘅，做孫嘅，就是做養米。他的嘢，將做乜嘢，將有上見面的咧，忙家是有啦，老法狀況大家人看到啦的啦，19歲也將佢見到，哦。那刚公阿公真是黑的生命力够旺盛的人啊！你看演那个仙人掌，某次的仙人掌，给他个需求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条件啊，很比较低嘛，因为他不需要很多的，某需要很多的水啊，或者是很好的奶啊，你就可以发红来，可以存活好了。咩踢死人呢？我冇鬼借佢嚟撚呢位啊！這不能演一個。
气喘、高血压的。啊，咱有项洗漱药混，过三五等去看先生。那我记嘛是我记嘞。有咩安尼好笑吗？他晚年也经验嘞，个气喘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哦。有几下摆其实，因为气喘的几个问题啊，就急诊啊，紧急住院啊，几下摆反反复复千多摆啊哈。啊，有时间真的也系为下面嗰种边缘啊。啊，但是你看到一直大摆安尼反复的过程当中，感觉哇，是不是很糟糕的情况？你看到佢又复苏了哈，又恢复元气安尼，就安尼过程哦，一直安尼，一直重复啊！故所来讲到，佢对人生的个，唔可以因为讲佢年纪大就想讲啊，干脆啊身体也唔好啦吼，啊算了啦吼，反正人生就不用理去的吼。但是从佢个态度，他看起来就会求生的意志很坚强啊，很感觉佢可以最后可以活到100岁啊最好。杨阿公在10老屋过后，超级太平，也下个伊无按片操嘞，基金无办法参加太火凤嘅表演，唯一做得做嘅，就是沙皮地度老年团嘅团练。新年赛区发展，本赛区发展，都也就老人家啦、退休人员啦，吼，你咪落嗰度注意咧国乐团，哦，啊本他梗係要咧休閒嘛，啊伊咧都講好啊，啊你來住，你後尾大伙房玩唔起來，啊劉團長呢大伙房也是在這邊參加，還沒請專任老師來授課嘛，來授課來教嘛，吼，啊教啊。後面呢，你會研究啊，研究嘅時節有譜也點樣嘅嗬，啊過來楊강順先生因為伊呢本身就安尼帶，伊都有過夜帶，因為南北各一輩嘛，啊嗰所講伊係帶動下，伊嘅後面，咱劉團長，咱成立為大伙房藝術團。这是老人俱乐部了，全部老灰啊！100岁俱乐部好了，比较好听了，叫100岁俱乐部。我是共生嘛，两条下班了，睡觉也就下班了。呢個冇變啊，覺得70人80鋪嘅人呢。ngày đó hành trình phải hồ都選到伊啊，自己學別講下。只係做咗別個。別講同自家人來學一種，冇樣，冇樣咯，耶種冇樣種嘅東西啊，都會查佢度。也不能種嘢。上過都別講你上過啊。戲曲方面。唔係個鬧嘢就真見到去別個人個鬧嘢。啊，拜演冇啊，拜演冇太多太古啊。一種東西啊，唔係行四壇嗰度都要金錢。唔要彈歌。你講有種東西嘛？嗰度。鹽樂啊！唔係阿伯彈嗰個阿伯鼓不鹽，而彈哦先好彈。而行四都要彈歌啊，要揾啲金錢啊！啲錢好彈。唔知揀啦，唔知揀啦。藝彈嗰度，開窗門。
没有感情。跟马个东西定了是有感情。唔就要南部要把音乐弹一定哦要，嘿。反西弹过。嘿，喊谁都有弹，都有感情的。哦，这讲法很特别。OK， 不能有安尼啊！你记一记背住语话，不能有安尼东西啊。啊，唔系冇啊，或者唔系西洋人，等于我亲老人也没想咁样咩做安尼咧。哦，喊谁谁时节给最前那女弹到，哎，原来我用宿有弹过宿诗哦，哦，安尼如果有感情。路说行路了，咁啱先啊，越忙人都成人，越忙一人成一。阿公平常最快乐的事情，係做乜嘅事情啊？最快乐的啊，冲突是最快乐啊！一脚踩有声音。韩常做乜事情冇呀？呀，就高兴我高较薄了，较好长的就，越反正高健的就好，越壮国的就好，身体健康就好，平常就好。做别关的时间啦吼，我想到头摆都当过还是4年的时间的事情冇。唔会啊。哦，差不多当做别个咯，当快咯，买大虫久的，身上还会大久的，是。大久的时候，看到下希望啊，哦，就做在了研究呐，咋做去个了。音乐係一種活下嘅記憶，楊更生對家鄉帶來嘅別個音樂，使事態又從頭鋪平嘅日嚟，音樂變作為伊做得恢復空間嘅養分。加用阿公相處嘅一段時間，伊漸看起來千無精神。不過一講到音樂，規個人就發跳起來嘅，伊嘅目珠唔單槍白到金金。還本人聽表係已經年紀，音樂對伊來講正經唱係現代用嘅。唱到山歌了，唱到流行歌了。哦，我这个我都就把都在，阿路多啥古装的佛啊，然后唱哦哟，交通的不长了，是安尼唱。像你是我那要做的，就是了，生死常常爱的，我较自然有艺术啦，冇按照中国怎当啦呢？就是要来要去爱国宝艺术团，听众是他打中啊，听听我说，他打英语，第二个故事他打文化，什么总体进入一场，真正的祝福，先30公里，再举过，30公里程。自己將嚟15年嘅語言，佢冇感覺佢是咧情緒嘅表情。佢哋同一個鄉下嘅樂團咧啊，佢
去看佢中间的白银嘛，他最喜欢的嘛白银嘛，啊做俾糖啊佢，我因那个还输还冇18ปี啊，佢像安尼上个大样啊，因为白银迄个最爱啊，我叫佢像一大股嘅样安尼，我按比啊，啊佢係咪講真係拿今年拎起來帶一筆糖啊，啊拿一筆糖，啊啲糖啊冇按你好糖喎，用好啊做一份糖啊，我用好啊，所以這段嚟嘅。你父啊親啊，你嗦來咪的哆啦嗦哆嗦嗦咪，那嗦來咪是啦，來咪嗦嗦哆來哆嗦，嗦咪來咪的哆嗦，嗦來咪嗦哆嗦來，來嗦來咪的哆啦嗦哆嗦嗦咪那嗦來咪是啦，天仙啊，你啊是啊呀，天仙你是。你母啊，亲啊！